自2025年11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重建圣殿以前，搁较重要的代志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以斯拉记》第3章第10到1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以斯拉记》第3章。以色列人伫家己的故乡拢安顿好势。7月，人民同心一意，聚集伫耶路撒冷。约瑟达的囝耶稣亚甲伊的祭司同伴，撒铁的囝所罗巴伯甲伊的亲族，拢起来去做以色上帝的祭坛，要照上帝动用的人摩西的律法，伫祭坛顶面献烧化祭。虽然因惊当地的居民，因犹原伫本来的所在重建祭坛，搁早暗伫迄顶面献烧化祭予上主。因嘛照律法的记载受大了罪，逐日照规定的数目献烧化祭。另外，因献经常得献的烧化祭，每月初1的祭，甲上主分别做成的做期的祭，以及逐个人甘心献予上主的祭。虽然上主的圣殿还未重建，毋过对7月初1起，因就开始献烧化祭予上主。因用银予拍石师傅甲做目师傅，搁用粮食、酒甲油予西顿人甲泰尼人，予因将品香树对黎巴嫩用海运送到约帕。这个代志拢有得到波斯皇帝塞勒斯的许可。因到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的第2年2月，撒铁的囝所罗巴伯、约瑟达的囝耶稣亚，甲其他的祭司同伴利未人，以及所有流放倒来耶路撒冷的人，拢开始去上主的圣殿。因派20岁以上的利未人做督工。对安尼，犹大的后代就是耶稣亚甲伊遐个囝甲亲族，甲灭甲伊的囝，以及利未人希那达的囝甲孙，甲因的亲族，拢做伙负责监督重建上帝圣殿的工程。起厝师傅下上主圣殿的地基的时，这是穿礼服分阿伯、阿萨的后代利未人拍钵，拢照以色列王大必的规定，徛底称赞上主。因有个唱，有个和，学了感谢上主讲：上主至善，伊对以色列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因称赞上主的时，众人大声喝，因为上主圣殿的地基已经下好势。有真侪祭司、利未人甲各族的族长，就是遐个捌看到以前的圣殿的老人，现在亲目看到下即间殿的地基，就大声吼。阁有真侪人因为欢喜大声喝。人民分袂清是欢呼的声，还是啼哭的声。人民大声喝的声，真远拢听袂到。重建圣殿以前，搁较重要的代志。第一波回归的以色列人伫故土安顿好，就全体同心一意，踮耶路撒冷聚集。等了遮期间，因同心聚集伫耶路撒冷，按照律法规定守节。在当时，因还未
开始重建荒废的圣殿。虽然可能面对当地居民的攻击，祭司也是先重新建造上帝祭坛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逐日献祭。个人也甘心献上自愿祭。以外，因也支付工资予准备材料、参与建造圣殿的工人师傅。当同样材料送到位，伫倒转来耶路撒冷了后，迄年的第2月，因就伫圣殿原址动工。因为圣殿重新奠基的时，祭司拢穿礼服，徛踮逐人的位置。利未人也按照大卫王时代传落来的规矩学了上帝。看到圣殿重新奠基，遐个捌见过旧圣殿的长辈袂禁得大哭，其他的人也大声欢呼。过去以色列人的国家受灭，圣殿被毁，人民受迫流亡。现今人民通得回归重建圣殿，这是上帝怜悯和应允的实现。遐个长辈大哭，是因为因的君王甲同胞犯罪，互捌带领因出埃及的上帝受亵渎。若是圣职人员甲其余的人的懊恼甲欢呼，是感谢上帝，互因有机会修复圣殿，知影伊要踮伫因中间。对经文通看见，祭司并毋是等圣殿修建完成才献祭，是伫回归上帝应允的土地，历历安顿之后，就按照摩西的律法守祭甲献祭。塞勒斯皇帝下令修建圣殿，目的是要做全世界统治者的威名。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伫重建圣殿以前就开始献祭，这是恢复甲上帝的关系，恢复对上帝的敬拜、感恩甲认罪，也祈求上帝的保护。这是对摩西颁布律法以来就有的，搁较是以色列人照先知耶利米预言，再次转来上帝赏赐列祖的土地，甲上帝建立新的约定和敬拜。多年前，长教会为迎接宣教150年，推动引领日新培家运动。各中会和教会纷纷响应，积极推动福音事工，开设教会。但是伫咧推动福音事工的时，究竟着先购置会堂甲设备，还是先培育信徒，甲开始礼拜较对咧？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再思，教会伫宣教的过程中，究竟是爱优先考虑购置软体硬体设施，还是建立信徒对上帝敬拜更较重要咧？伫咧设立福音中心还是教会时，应该爱有更较侪的祈祷甲敬拜，互圣神亲自运行，互上帝的带领踮中间彰显。咱所信靠的上帝，才是咱敬拜的真实对象。默想，教会也是团契的建立上重要的是甚物？若教会需要建堂，信徒伫建堂以前，通做一寡甚物？教会也是团契建立上重要的是甚物？若教会需要建堂，信徒伫建堂以前，通做一寡甚物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明白，用真实的心灵敬拜你，赢过外在的仪式。愿我伫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时刻，拢会当敬拜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